好，来乡亲啊，这个今年底天文界上界精彩的红底戏月食，等一个5点半就会出现。这个月亮因为日头光经过地球大气层的时阵，会有折射的效应，这个月亮就会变做像火的色水乌倒红的。这毋若是台湾82年来上大的月食，更加是全世界为过去到未来这1200年的中间出现上久的月食。台北市天文馆会专程直播来解说。在时盛的这个阶段，也就是在5点03分就要看到月食的话呢，那必须要在东部几乎是没有遮蔽的一个区域呢，才能看到说月升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看到一个时盛的一个现象。这个赏月指数若分做1、2、3、4，气象局讲台北、桃园、花莲甲台东是低分，指数是2。若新竹以南甲澎湖、金门、马祖是好天气，赏月指数有4。这个天文馆的线顶直播，会当看到世界各地完整的月食的实况。等一个5点半到7点，嘛会开放着吊镜，互民众来观看。讲即届若是看无到，想要伫台湾阁看到月食，就要等到明年的11月7日。